什么款的老字号贯穿美食，是亲友团圆的时阵一定爱上道的节庆滋味。哦，我即马知影，啥大家遐尼爱来这食物件，你最好食啊！一条好的油炸粿，外表头粗心幼，背后又搁藏着偌济秘诀甲故事。看起来真简单的酒甜，竟然会当对冷的食到烧的，对甜的食到咸的。一层一层酥酥脆脆的菜头签饼，是安怎让各地来的人客食一喙就成主顾？哇，你这袂输迄5000级的咧！请锁定这礼拜的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味。